Interior Design 為大家介紹以奶油風格襯上胭脂色系，打造一個柔和女性化嘅新紐室內設計概念。Coco Hills 一期2座 D 室嘅3房單位，實用面積係670平方尺。我哋利用咗唔同嘅材質去配搭成個空間，例如玄關至梳化背嘅牆身，我哋會用咗淺灰色嘅牆紙；而對面飯廳至 TV 背，包括隱藏門，我哋用帶有暖色嘅麻布質地牆紙，加上不規律咁分佈黑色不鏽鋼條，令成個空間多啲層次。以素色為主嘅設計，但運用幾種唔同質感，加少少幼細嘅深色線條，除咗有時尚感，的確一入到客飯廳都有一種帶俾人柔軟同放鬆嘅心情。女房我哋揀選咗一個淡淡地色嘅 Dirty Pink， 同埋另一邊嘅牆身選用咗幾何圖案嘅牆畫，令成個房間唔會太過單調。女房旁邊會係另一間客房。首先我哋將呢間房設為衣帽間功能，但係我想空間大氣啲，所以將主人房嘅門口改前，令呢個位置改成 walk-in closet。我哋喺部分嘅位置會加入咗暖色系嘅木紋飾面，去襯翻主題入邊嘅淺胭脂色。簡簡單單奶油風配上淺胭脂色，都可以有 soft 同埋高貴嘅感覺。我哋係 Interior Design。